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喜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鄰近康湖居嘅3樓連天台，700尺3房，其中一個套房，內置樓梯上天台，租金22,000蚊，22,000蚊。望住1級啦，全海景。3上電即熱式嘅熱水爐，3房設計，租金22,000蚊。呢間係套房。都係有即熱式嘅熱水爐。套房就望返1級個海景。天台做咗個多用途嘅活動室，上到嚟天台就望返成個全海景，整個1級嘅海景。樓下已經有小巴站，附近有餐廳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